打来要来考机车的驾照，都要注意一个新规定，讲的先上网到这个机车危险监知教育平台看影片做测验，要先了解实际上路要安怎来闪避着危险。做完这个测验，才会当来考驾照。啊，讲未来可能嘛会甲这项甲列入到机车考照的笔试。这一个弄桥倒的人是真正力，无两段式的倒明明就真危险。那呢，你是安怎无感觉？若无感觉人，先看这边公路总局的机车危险监知教育平台9月份开始实施，想要考机车驾照，都要先通过测验才会使。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测验，跟去年没有看过这样的测验，是降低了将近2.84，那2个月之内的违规率也降低了2.04。影片内面，你就是骑倒摆的人，看到车冲出来，就像咧点一个，就是大洞啊。后来答案就知影，你才知影讲，敢有保持安全距离，还是拄到两段式倒弯的驾驶，应该安怎反应？公路总局讲，只要有做过测验，就有奥多摆考照的资格，因为未来嘛有可能将这个测验变成考奥多摆驾照笔试的一部分。想要做好一个优良的驾驶，都要先了解什么是危险驾驶。